我跟你讲，我今年这个宏伟之话一定要实现，就是一人一车出去自驾游。现在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你不要看前面，你要看那个小方块里面，看看有没有在对着我拍啊？对着。我就是2选1，要么就是这个车，要么就是奥德赛。这个是 V70，70跟80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外观不一样了。价格呢？这个贵多少？3万多了。地下停车场高于2米它就不能让你进来。我要买那个中顶的车就要受到高度的限制。如果买这个车呢就占不值，很纠结嘛。还要不要什么购置税啊、燃油税啊？加上去多少钱？让我心里面有个底。看看也斗争结果哎呀，中山来着，你最好再给我优惠一点。现在买车都要打个折的哇，对吧？打个折。你算算，你算呢？你算算。那我现在回去纠结一下啊。最主要是今天那个商务车没有开到，我要2个对比一下啊。因为这辆车跟奥德赛的长短高度都差不多，但是价格要便宜得多，花1半价钱我就可以搞个房车了。对，最近几天你到园区来开一下以后呢，我就拍板买哪一样。哎呦，下雨了，因为我急着要出去自驾游呢。我等你微信啊。好，拜拜。12万落地，再花个3万块洋钿装水，10万洋钿房车开上路，从大浦通出来，乘至10分钟地铁，这一至0分钟路。我看一下奥德赛，我要出去自驾游，要么买个奥德赛改成床车，要不买一个大通改成房车。哎呀，和刚才那个大通真是不一样。去改的话呢，买个乞丐版比较合适，想装啥就装啥。对。我这个一边呢改成床，乞丐版的话就是换成布的座椅，我这个脚还能伸直。你们这里有没有改床车的？没有的，我以为一条龙服务的。那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个价格啊？可以啊。有没有什么余地啊？来坐一下。你是再送一个啊？你给我好好算算啊，给我一个优惠价。我是铁了心要出去自驾游。打算什么时候出去？拿到车就出去啊，说走就走。打算去哪里玩？第一站是新疆啊，让我来拍个赞。最去把来了看看，别的里阿肯再入点米，再入那一部普加大车。